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洪秀亚，甲民众党是竞争佮合作的国民党，互外界质疑中央甲基层态度无共调，因为党中央一直无明确来表态，互基层是真不满。讲国民党的党中央最近被逼调整策略。 台面上也是南北合作，但是针对着郭文铁可能会互起诉，也是设下着防火墙，都惊全力小天会对你参死了。穿加寿的衫，双手扣手铐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受压禁见了，毋若病的党内有杂音，即马国民党内为了南北敢要合作，内部嘛出现无共款的声音。 是不是有一些党内的这个长辈前辈哈，在这个案子里面给我一些关心跟关切，甚至叫我不要查的都有。我虽然虚长你几岁，但是我不是长辈，我是你的平辈啊！我已经该讲都讲了，言尽于此啊。面对郭文铁案件，哪样态度无共调，党中央甲立法院为主的高层议员主张南北爱合作，这是中华执政上好的做法。 你看，去年总统大选，南北破局分裂投票，拼袂过偌清敌。随着郭文铁被收押，民众党已经无算是一个人的政党。风声讲，南亚高层毋若爱南北合作，面对郭文铁可能被起诉，冒设一个防火墙。 柯文哲的司法案件，我们就是让证据说话，也坚持调查的程序必须符合程序正义。那基层的议员呢，跟另一派的主张就是跟黄国章和就好啊，然后不必那么扩大跟他拥抱，而且也跟黄国章合作，目前比较安全。南北敢要合作，地方中央意见无共款，国民党要安怎做出决定，毋若干涉党内布局，嘛牵动刷落来的在野势力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